月8日，全球50多个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纪念泰国当局将109名维吾尔难民遣返中共8周年，并要求泰国当局释放至今仍被关押在泰国各地拘留中心长达8年的52名维吾尔难民，强调在此期间至少有2人丧生，其中包括1名3岁的男孩。英国贸易救济署提议取消中国钢铁反倾销措施，称英国需要进口更多钢铁，以应对乌克兰战争导致其他国家的供应下降。路透社报道，英国自2016年起对中国钢铁实施了反倾销措施。13日，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与联合国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就在黑海开辟乌克兰粮食出口走廊问题举行了4方会谈。会后，土耳其国防部长称，会谈气氛积极富有建设性，各方就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多项技术性问题达成了一致。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外务相13日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独立。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朝鲜这一决定。声明说，朝鲜这一决定试图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对这一不友好行为的回应，乌克兰断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中共外长王毅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表示，中方愿意与马来西亚共同努力，为世界和平稳定添加更多正能量。据悉，双方决定落实高层合作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日本警方继续调查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的案件，派出大约50人到枪击案现场寻找凶徒发射的子弹壳，发现可疑弹孔。距离枪手约90米的停车场墙壁上发现了3个可疑子弹痕迹。